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来食青甜的活鱼滋味。这间开店开超过1甲子60年的海产店，特别景用山泉水放窟仔市的鲤鱼油较高，逐工为3夹送来到店头，现点现捞。上出名的是豆酱鲤鱼，上界单碟四川的口味，咸香也搁咸咸，配鱼仔又搁油又搁嫩的肉质，一寡食食通特别爱滋味。 它最经典的地方就是这一道豆瓣鱼，我们每次都是为了这道鱼来的。这个口感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。这间开1甲子的川菜馆，主要咧卖鱼仔料理，香个咸的豆酱鲤鱼，超达到拢会点，无用普通的盘内底，爱用到大铁盘才有法度。来，招牌豆瓣鱼要来喽！今天是母的，有鱼蛋。 等下银丝卷可以沾酱汁吃哦。铁盘顶的红色的酱料，甲鱼仔拢含咧红记记的豆酱，真好配饭。秋天寒天，阁会当食到真济鱼仔卵，会互人客食尔饿咯。其实也阁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鱼仔的肉质少嫩的，阁拢完全食袂到臭土味。你这样吃了几年？30年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料理的，居然可以把它做到没有那个土味。 洪英杰的爸爸过去开店卖故乡的川菜，主要卖鱼仔料理，生意要好价，要食阁爱摕号码牌。他们当初是4个四川人，然后来台湾，然后他们那时候来台湾之后，刚退伍下来其实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他们就觉得，吃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怀念的，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思念家乡的一个味道，所以他们就。 大家一起4个人就一起做了这个餐厅。济南路甲建国南路迄搭位啊，过去卖鱼仔料理最有名的。上兴的时阵有10多间鱼仔料理餐厅，不过14年前洪英杰接落来的时阵，生意已经无过去遐尔好啊。到了年纪比较大了之后，去外面逛了一圈之后，才发现，其实应该要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。过去的餐厅一间一间收，因开的这间就是村落内其中一间老店。对两兄弟仔来讲，不管安怎，拢要甲爸爸的心血继续传落去。因为爸爸在这一家店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嘛，对啊，所以想要一家人可以撑起这家店。用心维持店内装潢甲口味，唔那是两兄弟仔怀念爸爸的方式，嘛希望老主过来也是会当食到记忆内底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